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过来的消息，国民党立委吴怡丁将家己伫立法院指出，调查局去搜索伊的徛家，搜索的目的应该是甲空友查股票案件有关系。检方怀疑伊的爸爸利用后生查囝做人头来查股票。吴怡丁的爸爸甲小弟等人嘛互约谈，今仔透早5点55分，伊的爸爸是以3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 要帮爸爸买股票。炒股获利多少钱？国民党立委吴怡丁的小弟吴育典对记者的问题无愿意加讲。北京侦办吴怡丁的老爸前立委吴光群涉及操纵空友的林股权证案件，立法案约谈吴光群、吴育典、台南国际开发的总裁杨志强、杨铁明爸仔囝，空友大股东陈玉莲、陈和顺等6个人告函。 陈玉莲因为身体无爽快，伫北基站新闻了请回，吴育典杨明铁复审了也请回。吴光群2日透早晚6点，以违反证交法，有令杨志强100万交保，吴光群300万交保，2个人拢限制出境出海。如果吴怡丁伫咧立法院接受法务部长蔡清祥，突然间讲伊的徛家互调查局搜查。 吴怡丁问蔡清祥，若是搜索票的地址甲对象无符合，敢会当继续搜索？蔡清祥讲，依照个案尊重调查另外的认定。跟你说，是你住的地方，是我住的地方。名字对象也是你吗？不是，是我妹妹。这要看他自己个案的判断了哈。如果是依法，谁判断？ 就带队，或是说执法的人员嘛。吴怡丁一个会拢办是空友的大股东，小弟吴育典名下有超过1000张，上面吴怡利有700多张，国加吴怡丁400多张股票，3个人加起来就超过2000张。验过今年8月监察院所公布的财产申报资料，吴怡丁空友的股票只敢存43张，检方对查吴光群涉嫌透过资料名机买上千张的空友股票。康友的事情嘛，因为现在监禁也是扩大调查当中。空友大股东陈玉莲身体无爽快，吴怡丁的小妹吴怡利无伫咧国内无交函，检方会另外各通知2个人交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一个好消息，台湾已经有注文到1500万吨的武汉肺炎疫苗，也毋过当时民众会使开始注，目前是阁还未确定。专家嘛认为若是其他国家开始大规模注，一定会加减传出一寡副作用，嘛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内民众注疫苗的意愿。 因为民众关心新冠疫苗，什么时阵买会到，什么时阵会当全面注定问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咱国已经直接透过药厂处理100万剂新冠疫苗，加上为 COVID 平台处理的460万剂，咱国目前确定至少处理约1500万剂疫苗，只是伫谈判的过程需要高度的保密，所以才无法度随甲民众报告。 是让我们所取得疫苗不会比其他的国家少，大家会关心这样的一个排名，以为我们在就是说疫苗完全都没有取得，大家就产生这样的担忧，所以我特别跟大家报告，我们不但是已经签约，而且也定金都付了。 另外，这1000多万剂的疫苗，什么时阵会当伫台湾注射？但是中表示量目前有希望充足，也毋过时间上犹原需要拍拼。专家认为，因为欧美国家会甲药厂直接争取疫苗覆盖率会较早达成。欧美会先达到全体免疫，因为他们会先打疫苗，而且他们的覆盖率会比较高。那其他的第三世界或者是亚洲呢，可能就会比较慢。每个国家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看你跟这个国家去买疫苗的积极度了。 也有专家认为，到时阵全球大规模注疫苗了后，一旦传出各种技术不良反应，将影响民众注疫苗意愿。如果我们又在没有去控制说这种疫苗疑虑的相关的那个事情在流传，会使得很多应该要受到保护的民众没有办法得到保护。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所有疫苗的疑虑都不要出现，然后就是接种率至少可以到60%、70%以上。 专家强调，疫苗带来的群体免疫，只会当避免大流行。就算每一个人拢注，无代表所有人拢受到保护。也毋过民众对疫苗有疑虑是正常的。未来大规模买注，一定要经过专家审慎评估，确定安全了后，才会开始。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华一间私立的高职，伫这个月19号，学校甲学生安排注流感疫苗，所有12个人出现不良的反应，其中有5个人因为发烧、手会喘，目前等待断医治疗。中华关卫生局已经通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疫苗应该是无问题。
同学倒伫病床，摕牛奶想要啉，手刷皮皮搓。这两位同学也是同款，19伫学校做流感疫苗了后，就入去病院，甲即马手也是皮皮搓。打完针之后1个小时，然后有头晕的症状，然后之后下午在上课的时候就发现手好像使不上力，波动会比较大一点。哦，波动比较大。现在总是身体也会抖。这个月19，中华一间私立高职安排学生做流感疫苗，不过当日下晡点外，有学生出现疫苗不良反应，到22为止，有12个学生看医生，其中5个人断线。学校马上通报，中华县卫生局也暂停继续做流感疫苗。就是后续的那个疫苗施打都先暂停。中华县卫生局统计，头壳晕、头壳痛3人，目睭皮肿2人，发烧2个人，想要吐1个人，手皮皮刷4个人，已经整理相关事情，协助申请有防注射受害救济。疾管署第25下晡回应，目前有4个学生断线，不过疫苗无问题。目前是比较倾向是属于校园晕针的一种了。这个晕针的反应其实跟疫苗的安全性比较无关，那通常也不会造成这个身体健康的后遗症哦。那这个大部分是发生在青少年哦。不过，断线学生家长情绪，疾管署按的讲法无负责任。有办法晕针住了7天医院，其中讲成说是集体晕针，稍微有点比较勉强。这摆出现疫苗不良反应学生，拢是做法国药厂赛诺菲流感疫苗，因为时间点接近，人数也多，疾管署会由有防注射受害救济委员会做进一步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东北风淡薄仔减弱，只有这方面的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会落淡薄仔雨。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各地气温拢较热热，中南部早晚温差会真大，各地温度上悬差不多是28度到31度，也毋过温度上低大约只有19度到21度。明仔载会有一波较强的冷空气南下，东北风嘛会增强哦，所以北部跟东半部会落雨。东北部地区雨会落较大，各地温度嘛会降。后礼拜一的透早是上冷，只有17度左右。空气品质的部分哦，今仔中部、云林、嘉义、台南到高雄、屏东地区哦，空气品质的指标拢是甘仔式的提醒。再来看科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是决定，因为嘉南地区水库的水量哦，无法度来应付明年早冬稻仔用水量，所以决定要停止引产。农委会伫昨下晡嘛随开记者会，宣布讲每公顷的补助上悬会有93000块。大日头下，农民伫产地做事。嘉南地区最近无明显降雨，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中昼召开工作会议，评估水情尤严重，所以水情重复是黄顶的自来水减压江水地区即日起减压江水时间为6点钟延长到8点钟。另外，因为欠水可能无法度满足嘉南地区第一级调作需求，所以决议暂缓乌山头水库管区19000多公顷的农地第一级调作停管，全部拿去公灌都不够用哈。那所以这样的话，那我们民生的用水就完全没有办法应付了哈。那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得已的决定啦。公告田管区范围内的实际耕作者会当选择田管区无种稻仔种类作物，每公顷补偿9.3万；若讲选择办理放产，也是种非种类作物，每公顷补偿8.2万。农家赚款再加5% 来计算，把这样的相关的金额用最优惠的给农民。这个是从农就纯粹是靠农作物了，如果停灌，我们就是没收入了。但我们没有播种，然后代工又没得做，喷农药也没得做。听到中央的天管补助措施，农民也是会烦恼天管影响的，也有农作相关产业，更加烦恼到明年春天了后，雨水也是无够。农民希望政府会当规划更加周全的辅导甲补偿办法来协助相关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国防部预告，因为作战形态的改变，所以修正阿兵哥体位区分的标准第2条的附件，原本158公分以下就唔免做兵，改做154公分以下。另外 ，BNI 时的标准嘛改变哦 ，BNI 无到16.6，也是讲超过35就唔免做兵。修正草案会公告60天来听各界的意见。
再来看自由时报，一位30岁妈妈伫女舍甲7岁甲6岁后生查囝害死，后来伊嘛自杀，也毋过有救回来。新北地方法院审理认为这妈妈上过残忍无正常，罪行真严重，若是无判死刑，违背天理哦，暂时判伊死刑。再来看《苹果日报》，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会召开行政院会，外界是传出讲会后，伊会宣布进口猪肉全方位的管理措施，包括调查工厂进口佮查验、标示、管理等5个机制。明年10月初1了后，新申请的厂商无查厂之前，就袂使进口猪肉。再来看，咱国内佮增加5个对印尼、菲律宾入境的确诊病例，指挥中心嘛佮再公布一寡特殊入境的条件，亲像是见亲人最后一面，送亲人离开，紧急就医，也是无通做开检的国家哦。第期公务佮商务，只要指挥中心同意，拢会使入境了后，才来做体检。新冠病毒疫情，警方伊的病例继续增加。25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各新增5名，分别来自印尼、菲律宾、12间确诊病例。这5人入境集中检疫期间拢无症状，也毋过基本后佮送检，得验出阳性反应。好，11月10日、11日来，那都在集中检疫所，那期满前的采验，好，那确诊，那没有匡列我们的接触者。全球确诊病例继续增加，指挥中心也重新调整感染风险国家级别。其中，低感染风险国家新增新加坡、柬埔寨、蒙古是为中低风险国家2名。另外，针对最近公布秋冬专案，要求所有来台旅客登机前拢要检附3天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也毋过连日来互外界集齐，禁止民众返台。有危险疑虑，会到指挥中心公布3大除外条款，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会当免附检测证明，包括紧急协助、像喷霜、探视、当兵家属。拢含2等亲以来，甲紧急就医专案等，也有来自无法度自费体检国家，像丹阳州等国家。最后是部会专案经过指挥中心同意，必要第期公布上部行程，无符合以上条件，也无检附证明，依法开罚1万到15万的罚款。这出国都有一定的风险在啊，那这个风险大家要自己去承担。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拒绝自己的国人返。我们都可以回来啊，对不对？我们是根据要有阴性证明，那取不到的，我们有一些配套。超过90%的国家都可以自费采检啊，来不及去取得3天内的这个检验报告书，让他先登机，但回到国内之后，他在机场做自费采检。另外，针对最近风声，中国冷冻食品外包装检出新冠病毒，指挥中心最近抽检4个国家猪肉、牛肉加三文鱼有11批产品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指挥中心表示，虽然无科学证明，也毋过也是会继续监控国际信息，严格监督进口产品卫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60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141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增加5个病例，目前是623例；中国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800多例，日本嘛超过13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300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922万例，巴西是超过611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哦，西班牙超过162万例，法国是超过222万例，英国嘛超过156万例。再来看美国疫情嘛是个继续传，美国媒体 CNN 指出，最近1礼拜每一天拢先增加超过17万例病例，比7月底疫情上严重的时期佮加出2倍。第24天就超过2000个人过往。伫密西根州一间退伍军人安养中心嘛传出群组感染，已经有超过200人患着病毒，有27人死亡。伊利诺州拉萨尔这间退伍军人安养中心发生新冠病毒群组感染。芝加哥论坛报道讲，伫10月底有一位工作人员甲一位居民测出阳性，造成这边的群组感染。And very quickly, within the past 20 days, we've had almost 200 cases.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m to be alone, but we also don't want to risk more community spread, considering that this outbreak is so massive.
昨嘛有超过200人确诊，27人死亡。伊林诺州已经加强对安养中心员工的体检，也派一支感染控制小组去支援。美国疫情继续严重 ，CNN 报道，最近1礼拜每天平均新增加超过17万例确诊，创历史新高，比7月底疫情高峰时阵高出2倍，而且24天死亡人数就超过2000。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希望各人团结做好防疫措施。I know how hard it is to forego family traditions, but it's so very important. Our country is in the middle of a dramatic spike in cases. We're now averaging 160,000 new cases a day. And no one will be surprised if we hit 200,000 cases in a single da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美国已经有超过1272万人确診，26萬人死亡。密西根州一間醫療系統主管講，最近重症患者有變多。Out of those patients who are admitted, 115 ar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s. This means 1 out of 4 patients who are admitted with COVID to our hospitals are needing intensive care. 防疫專家福奇也希望美國民眾感恩節盡量莫傷濟人只會一個厝內，若無未來3禮拜已經恐驚1個月欠元。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英國媒體 BBC 報道講，泰國警方之前宣布查到泰國毒品案件歷史上數量上濟一個案件哦，沒想到講部分的化學藥品經過化驗，發現根本唔是毒品，只是清潔劑。前一陣幕，台灣的法務部調查局嘛表示，幫助泰國警方查到歷史上數量上濟一件毒品案件，是一批市面的介紹有新台幣285億，總重量有11.5噸的K他命哦。也毋過，這批查扣的部分化學藥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竟然是清潔劑哦。泰國的司法部長嘛舉行記者會來承認錯誤，伊講伊願意接受批評，目前閣有一寡化學品閣還未化驗，嘛閣繼續的完成中。再來看泰國的反政府示威者宣布講要連續5天集會抗議，總理帕拉育嘛警告講一定會嚴辦。昨有真濟學生團體佮大批示威的民眾前往會上銀行總部頭前抗議，因這屆抗議的訴求是泰國國王瓦吉拉隆講繼承的財產哦，有幾啊百億美金會使自由來使用。示威民眾是要求講應該定出相關的法律來規範。自由青年這個團體嘛發聲明表示講，因的目的是希望會使將屬於人民佮國家的財產討回來。也毋過附近嘛支持王室團體出面反對抗議這個訴求。再來看伊索比亞北部的泰格瑞地區發生內戰的衝突，總理是要求反抗軍在72點鐘內底愛投降。也毋過哦，反抗軍是講因寧願戰死，嘛要保護因的家園，無要投降。有4萬個難民是走去蘇丹來避難。伊索比亞當局再次警告泰國的地區首府莫克萊的50萬居民，72點鐘投降的最後通牒佇25告期了後，任何代志攏可能發生，兵力已經包圍積極佇莫克萊外圍。若講無趕緊離開，政府軍未手下留情。反抗軍也明確表示未屈服，甘願戰死，攏要保護家園。聯合國甲人權組織警告，將規個城市當作軍事目標是違法的，調故意攻擊平民，可能會觸犯戰爭罪。Violation of these basic standards about protecting civilians or targeting civilians can amount to war crime. The highly aggressive rhetoric on both sides regarding the fight for Mekelle is dangerously provocative, and it risks placing already vulnerable and frightened civilians in grave danger. The High Commissioner fears that such rhetoric will lead to further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這場衝突起源佇泰格瑞省政府拒絕中央指派省副指揮官，並且攻擊兩座聯邦軍事基地。伊索比亞總理阿比阿麥德是去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伊佇測試下令出兵強勢應對，拒絕國際協商。雙方衝突連續3禮拜，政府人權委員會記泰格瑞省有青年團體屠殺600人的事件，對此反抗軍要求國際調查。
为了闪避战火，最近已经有4万伊索比亚人跨境走到苏丹东部的偏远地区。联合国难民署继续伫当地协助登记安置，国际人道组织协助兴建收容所甲学校，抑过医疗、粮食等物资甲经济真欠。今年热天的大水灾甲新冠病毒疫情，已经予苏丹地方政府压力沉重。联合国呼吁国际间提供2亿美金帮助应付危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为了防止疫情拓开，德国总理梅克尔宣布讲，部分封锁的措施要延到12月20，嘛有可能会延到明年的正月份。伫人济所在，拢爱强制挂喙安。再来看纽西兰东方800公里的查塔姆群岛哦，传出超过120只的海鸥和海猪死亡。有科学家是认为，这有可能是气候转变造成海鸥要爱到较浅的所在来找食食，这造成特大的不幸。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是宣布讲，要特赦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弗林是川普的新爸，也是通俄门的重要人物之一。伊捌伫2017年认罪。咱再来看美国的总务署通知选调总统拜登要来启动政权移交。总统蔡英文昨嘛将对台美关系发表谈话，伊强调讲台美双方的沟通管道并无问题，嘛讲美国的人事安排有真侪人拢有甲台湾互动的经验。虽然讲美国鸦片的问题，台湾民众有疑虑，也毋过蔡总统嘛表示讲，政府是有心来解决无益的问题，开放是要互市场会使做选择，毋是咱台湾人一定爱食美国的鸦片。随着美国总务署通知总统当选人拜登准备启动政权移交，总统蔡英文也伫2号正式对台美关系发表谈话，强调台美双方联系管道畅通。拜登宣布的行政署任命有几啊位拢甲咱国有互动经验，台湾面对国际局势也有3项良好的基础。布林肯最近也公开的表示，与台湾建立更强健的经济关系，也有助于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及双方对区域和平稳定的共同的承诺。我相信台美一定会在过去所累积的坚实的基础上，持续的紧密的互动。蔡总统表示，为美国友台法案遵守到最近的各界官员访台，拢证明台美伙伴关系是真朋友，也是真正的。另外，说落来，将开放美美国进口，伊认为这展现咱有决心解决困难目前问题，重建台湾国际信任，这是历任政府拢袂当闪避的课题。那我要再跟大家再强调一次，台湾是一个自由市场，美猪美牛的开放是让市长多一个选择，并不是要求国人一定要食用。内地进口引起在野党强烈反弹，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更加要求蔡总统公开辩论，并且表示2019年马英九总统都有接受蔡总统就 X 法进行辩论，希望伊唔通告密。蔡总统是反过来爱江启臣做好立法委员的责任，先到立法院质询。我没有在躲任何的议题了哈，那该辩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辩论哈。那现在的情况跟8年前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的蒋主席他自己也是立法委员，好，那换句话说，我们一个政治人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要先考虑国家，再考虑党。蔡总统话话，辩论不应该用来做政治操作，动员民众，甚至做党内竞争的工具。另外，对于最近替换行政院长的团员无停，蔡总统也澄清，目前无内阁改组的计划，更加特别感谢总院长甲行政团队的拍拼，大家拢是有看到的。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南方澳的大桥登起的事件害死6位移工，经过运安会1年外的调查，昨是公布调查的结果哦，指出哦，这座大桥伫个登起之前吊索系统有4位生先登起，而且拢无去检测甲保养，才会发生悲剧。3D 模拟动画重现断桥过程，有关车开入大桥来到10号吊索附近，11号吊索生鲜的外亚索无法度承受负载登起，了后小连吊索陆续登起，最后桥面放弃。联合会南方澳大桥断裂重大事故报告出来，上主要原因指向事故发生之前有4处桥面边的外亚索拢已经生鲜登起，造成10号、11、12、13端锚的钢脚线路就锈断了，那
吊索的有效截面积只剩下22到27%，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噪音。运安会指出，南方澳大桥位伫渔港出海口，属于重盐海加高湿度地区，长时间处理有盐分的积水环境。大桥防水系统早已经弱化，过去桥梁检测规范无完备，也无落实定检。交通部表示，伫断桥了后，已经编列15亿个预算，针对全台较会受损的桥梁进行检测甲整建，也全面纳管过去无纳管的桥梁。对运安会调查报告，交通部尊重独立机构的职权，会积极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又有动物逃走出去啊！这个是一只特别3岁母的石虎。动物园是表示哦，这只石虎是伫2日早起对隔山洞的旁逃走出去的，目前是阁还未找到。盐站下骹故意挖几个坑，偷开人啊也坑鸡巴。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是要去可能要秘伫园区内底石虎飞飞主动出来。搜寻这个纺岩扩大范围以后，发现这纺岩的内部有可能有一些空隙会通到别的区域。那纺岩片片段段的相连之后，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可能有一些破口。飞飞到底去倒位咧？动物园即马也唔知影。因讲22礼拜2早起9点例行巡查，发现7只石虎有1只无去，调监视器看到飞飞伫顶网甲干壁之间的蚵，7点13分为烟雾消失。那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到底是为了整理休息的地方，还是有什么引起他兴趣，他硬要钻进去的状况？动物园表示，2岁8个月大的飞飞今年6月才为调情中心转入园，只后骹突起，正边肩胛头较会脱臼，个性谨慎无胆，可能也秘伫岩壁，卡输走去园区外口，那安尼较会烦恼流浪狗啊、猫的威胁。他小时候他是在野外生活长大的，所以他的野性相对于圈养的个体会强很多。浅山到处都是浪犬或是浪猫，那这些都会对他造成威胁或是影响。发现人成真，想袂到岩壁小坑被石虎挖甲用拍倒，也无注意动物会去改变环境。即摆是一个假释，提醒场地减少甲动物的照顾，爱搁较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县的东港海边社区，为特别帮助社区的时代当保持身体勇健，就大家阿嬷来组成一团沉水大鼓丁4格去表演。那么做回来看卖。看这阵7、80岁阿嬷在跳鼓丁，有的弄鼓，有的举旗啊，哪行哪叫，大家拢表演甲真欢喜。个表演介好啦，介熟悉安尼。介欢喜啊，人足好个啊，吼，不管啥人嘛，介欢喜啊。这是屏东东港的海边社区所举办的体适能运动班新歌展，为着要让这个时段训练体力，保持筋骨活动，避免身体快速退化。所以社区的关怀中心就结合南部的传统民俗表演跳鼓丁，叫大家来这忙运动。今天是我们的体适能运动班的成果展。长辈最怕跌倒，那跌倒有可能是因为是肌肉的训练可能不够。那检测长辈的肌力，然后检测长辈的柔软度，然后训练长辈的肌耐力。跳鼓丁爱对锣鼓声来跳舞，佮爱大家互相配合，改变队形。看到是真热烈，也真活泼古锥，是台南、高雄甲屏东地区真有代表性的传统顶头之一。筋骨比较活动比较好啊，然后阮这个大鼓的这个表演，人讲个民间艺术啊，但是用它要戏团尔，啊无咱跳大鼓也是一种运动啊。海边社区招济时段同齐来练鼓丁，毋但是帮助因保持身体勇健，嘛会当来保留珍贵的传统民俗。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花莲县的四湖乡内湖村的湿地关怀站，有开设真侪课程来陪伴老大人。即个应该回收的蛤蟆壳，做成一寡真水的古锥物件，毋但真好耍，嘛真环保。七宝啊、鱼啊形各种的吊饰，这拢是用无碍的蛤蟆壳做成的哦。花莲县四湖乡内湖村的湿地关怀站，老师教大家用蛤蟆壳发挥创意来做成古锥的物件，毋但互是大人算较真介意，更较有环保回收佮利用的意义。今仔日阮是利用迄个无路用的迄个蛤蟆壳吼，来互是大人吼做即个
吊饰，吼，互因做迄个鱼啊的造型啦，嘿，就是甲迄无路用的物件变成有路用，水佮大家介意的物件，所以因是毋捌做过即款物件，所以感觉足特别的，嘿，所以嘛足欢喜的。其实上伊有分倒边佮正边，你共一对大细粒无共款，所以伊共一组安尼合起来做起来，才会变大，较会水安尼嘿。这个手工艺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嘛需要幼路的功夫，包括洗蛤蟆壳，也是连做一对，用一针一线天，嘛是可见是大人的手工技术。足欢喜的，足快乐的，大家安规矩啊，大家做这吼，足好的，嘿，日子足好过。有好耍啊，今仔做鱼啊。做款卡算做咧做吼，足好耍的，足热烈的。许多人会当同齐斗阵耍，体验趣味的代志，也会当透过课程，互大家更加珍惜地球资源，达到环保教育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外有真侪古迹，毋若保存真完整哦，向附近的街仔路拢呈现差不多的风格。最近文化部的文资局就选定台南的各件古迹五妃庙，嘛望讲会使拍造出全台湾头一个古迹的保存区。台南市的固定古迹五妃庙，虽然徛在市区闹热的所在，却是真恬静。清幽的环境吸引侪民众伫遮徛家做生理。近来文化部文资局要甲遮设置是全台头一大古迹保存区，未来会打造完整的古迹区。不过附近的徛街若要改建，可能就要配合古迹的风格。比较，例如说，那旁边的围墙其实不是古迹的原本建筑，可以像我们旁边的台南大学一样，把围墙打掉，然后整体看上去就是绿地啊，又有古迹，整个美化社区，我觉得会对我们的帮助美化更好。那这样子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比较淳朴的感觉。所以说，如果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古迹，基本上目前我听到的那些限制的话，不会有特别的影响。但除非说它有特别可能太奇怪的限制，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就后续的限制再来做讨论。台南市文资处表示，过去国内规划古迹的范围，多数是古迹本体和四边小小的范围，所以常常出现古迹和边仔建筑无下水的状况。坐标做到环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所以是以这个为一个示范点。那其实以台南市来说，在旧城区其实它古迹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有划设敏感区来说，可能不同古迹之间会有一些重叠的状况，所以在目前我们也考量是说在旧城区是用个比较多古迹复合式的方式一起来共同的订定。台北的固定古迹北门四边保存计划也当咧讨论。台南地区阁有赤坎楼、树顶武庙、大天后宫，未来可能增加更较侪奖励措施，让民众更加愿意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新竹县65岁以上的时代有7万外人，这样全部人口要到1成3哦。嘛，因为高龄化社会需要较侪长期照顾的需要，县政府今年毋但增加文化健康站，嘛阁推设社区的营养推广中心，希望老大人会使长岁寿阁健康。总部山伫咧替时大人吹冷，另外这边伫咧传媒足球。新竹县这几档辅导社区据点的组织，希望或者老大人会当食会落、食有够、食会着，营养有嚼。我喜欢吃鱼，多运动，多参加社团。那除了吃鱼之外，你还会吃什么？吃什么啊？对，除了吃鱼之外，肉类有一点啦，青菜比较多了。我们发现他们的一个奶类的一个摄取是比较不够的，然后还有一个坚果类的一个摄取不够的。那像我们这次菜单里面的设计里面，我们是有把这个由奶来入菜哦，比如说本来是原本的水做蒸蛋，我们用低脂奶来取代这个水，好，那增加这个钙质的一个吸收这样子。新竹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包括13乡镇。目标是在地老化、外向老化加健康老化，希望建造适合时大人的长照环境。来教导民众，实际上营养师来设一个营养菜单，来告诉大家怎么来实际上来一起运作，然后跟民众一起共享共餐。现场的总部师也用客家人爱食的红糟肉，教大家料理在地食材。现场的气味是旁广告，也和时大人学到。食饱买食卡，记者综合报道。
伫屏东枋寮的光电基地，今年8月份开工哦。伫9月份，就文书工作者发现讲，这往过是日本兵的石头营，向县政府来申报文书的保存，也毋过厂商煞无停工。昨早起哦，当地民众是来到行政院抗议，呼吁政府爱提出积极作为。当时厂商说他们即刻就停工了。你知道我们站在高山上的制高处，那个砂石车、那个混凝土车亮着灯，晚上都还在行动当中。他们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谁来救我们？相信故乡朋友烦恼家己的安全。70几位屏东枋寮药座村的村民到行政院门口有报条，抗议屏东县政府甲财团伫新开村开工种电。破坏因家二战时期日本人所留来石头营废料。滚出石头营！滚出石头营！封我生河！从我们发现到现在，他们都一直在赶工，而且甚至将一个公共像这样一个公共道路，他们都封起来，也不让附近的居民进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混蛋。屏东县议员蒋家慧甲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淑华批评县政府无顾到财团审批环评标准，各将财团的话说讲，即阵的工程是咧做水土保持，也毋过因发现是偷偷伫咧挖土。长期研究石头营的学者也讲，石头营是日本时代陆军第50师团的驻军基地，有100多公顷，位列正完整，应该好好保存。无想到讲，马上被破坏。它在100公顷里面最少有60个以上的日军军事遗迹的设施，它基本上真的是有资格可以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为2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讲过去向县府提报要申请文化资产，毋是互人替代，就是调讲爱有户籍成本，所以才直接向行政院申请。议员蒋家慧讲，若县府认为无法度保留大片的军事遗料，会当甲财团居民协商，共同开发观光。互人抗议的成立能源公司，毛派人到现场发声明，讲是依法动工，现场无伫咧石头营顶头，也无破坏遗料。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讲的儿童是指18岁以下，也毋过白色恐怖受难者周宪龙，伊是伫17岁时阵去互掠去，嘛因为参加叛乱组织去互判刑7年。咱来看周宪龙来讲伊家己的故事。掀开相簿，一张一张的旧相片，记录周宪龙对做囡仔时到读高中的记忆。我是我的妹妹，对，然后这个就是村中，一直是我们老师教的。1950年，周宪龙读省立新德高中2年啊，因为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大动员，伫咧上课时被掠走，互政府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7年，迄年伊才17岁。依照迄个法令哦规定哦，未满18岁会使减刑3年。我一寡工安尼拢10年啊。不过我在里面不听话，落尾我叫伊延期哦，迄村里拢无延期，敢若我延期啦。爸爸是青春少年时，周宪龙选伫咧加压服刑，不过伊讲即马甲上手咧，伫咧笼仔内偷看警册、看字典、学音乐，等到成做伊专精日语、英语和文学的底子。所以我即马日文会遐尼好哦，英语还多少可以，但面内面看字典，还有偷偷的看一些，里面也有一些。禁书，我们的按照来，我唔知啦。学写作啊，早知影杨奎这人遐尼出名哦，我还搁甲签稿，文章叫伊甲我改。周宪龙伫咧26岁出狱了后，先伫咧新疆纺织公司做事，sau落去消息公司做日语翻译，落尾伫咧台湾明办公司对业务部主管，一路做到副董事长。72岁退休到尽，伊也含阮分享伊一生奉行的理念。人生困难免的，主要能够战胜它。比如说关了8年半，没有被他打倒之后，你可以享受的心灵精神上的这个享受和以前受过的苦成正比例。
无的确就是安尼理念，互周显龙通行过青春的艰难，拍断手骨电倒勇，一路行到今，今年87岁，伊也希望未来唔那简单是国家对因表达关心慰问，若有机会，伊也希望加害者或者是因的后代会当出来反省。记者阿敏金电玉水台北报道。国在讲一府二路三艋舺，当这是台南府城是台湾上繁华的所在。迄当阵，台南中西区的民权路是高标港无一个主要路线，嘛是南北二路一定爱经过的所在。现在的民权路变作是虾米款？那么做伙来了解。来来去去的车阵，是台南市中西区的医科啊，伫咧走。这个所在因为是市区地势上悬的所在，离安平港差不多悬14公尺左右，所以伫咧日本时代特别政府经做市政中心，包括台南州厅、气象台、警察局，拢伫咧一库练灯。对医科啊拖出去，民权路顶就通看到地势上悬的信用中心北极殿。这个是咱国姓爷时代，咱的一个大上帝庙，迄阵的名就开始叫做周岭，荷兰时代咱这个算府城上早的制高点，一直到今所以这已经有400栋。人讲北极地的林啊，就是水仙宫的爷啊，伊的林池地到伊的爷看，相差一个庙就到。顺安平港的地理位置，对民权路中段，搁再往西边，地来到起伫咧乾隆到道光年间，当地上界闹这个宫庙水仙宫。宫的庙埕唔但是当地上大的菜市啊，也是所有高商高会的集散地。糖糕、米糕、布糕等等所以这个水仙宫甲迄阵两岸的贸易，譬如讲，伊就是五条港内面这个手天啊船的一个端点，到为大陆来这个大船的这个商会搬入来，府城内面咱交到南北二路。经过台南市5个河港，由北到南有新港、基港、佛头港、南市港、南河港、安海港。其中南市港就是现在民权路，伊也是经济发展上主要的线路。5条港伊包括伊的范围来讲，有足侪个伊各经无迄个势力范围，所以延伸来讲带动地方的繁荣。所以整个民权路来讲，会当讲属农工商。所有的行业拢总伫这大家做一个发展。你讲民权路有没有示威呢？其实我不以为然。高将是为止，也个游园是咱台湾上界重要的一条街路。300多年前的台南市，每一角市拢有无同的文化伫咧发展，分散伫咧5条港伫咧兴旺。随望岁月变迁，5条港即马拢平民化。不如过这条台湾上早开始发展经济贸易的民权路，伊的风华和重要性要深深存在。记者民警刘水台南报道。有真侪公司因为疫情所以都互员工伫厝上班。有科技业者就使用 VR 加 AR 的技术，做出虚拟办公室，互公司的员工变作是线上游戏的人物，伫虚拟的世界内底互动。伫咧厝内办公或者是开线上会议，拢是一个人面对电脑，敢会感觉无聊。这么加虚拟或者是扩增实境技术，会当互员工工作变得更加趣味。有科技业者就把办公室变做怀旧版的线上游戏平台，每一个加入的人拢变做游戏内面一个人物，甲其他人互动。像伊丽莎白加菲利普就最近去办公室休困室，甲大家最近拍牌。So you press X on your keyboard here. You'll now be playing poker with everyone else who's just sitting down here. 这个办公室线上平台会当互全公司的人伫同一个时间。最近开会、自餐、训练，就袂时间伫咧办公厅内面甲其他人接触。不过，若拄到这种情形，可能唔是大家拢介意的。I feel terrible about this, but I have some bad news. Huh. Well, this sounds official. Go on. Your attitude has left me no alternative than to terminate your employment. 这种虚拟实境的技术，互员工的训练更加有效率。Look at this.
fully articulated hand tracking. And as I move my hands around, the HoloLens 2 is actually calibrating to my unique hand size. 有研究讲，用 VR 做训练，学习的速度会让比坐伫咧教室内面听紧4倍。互人类的生活更加方便的，也有这种3D 列印的电动车。这种电动车只要几个月就能完成，车身正轻，会当随着需求做调整。譬如讲，会当做做最后1里路的送货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而且车身有一寡是使用回收塑胶，若是歹去，也能够再回收，正环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班牙有一个81岁老先生，伊真爱爬山，伊爬过全球12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只要阁爬2座哦，伊就会使来创造年纪上老的世界纪录。伊嘛即摆当来做训练哦，希望伫明年的春天会使来达成。伫山路跑步、骑脚踏车，各用平坡头爬壁。西班牙81岁索利亚老蒙老一个人步拖刀，睇来是无适合少年人。伊做这个高强度的训练，目的就是要去爬全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山做准备。Yo he hecho mucha escalada de alta dificultad en los Alpe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prácticamente, y sobre todo en nuestra península. Pero ya cuando he sido mayor me parece que es una cosa bonita enseñarle a la gente de cierta edad que no se deben de abandonar las cosas solo por la edad. 索利亚讲，伊自做囡仔时阵就真爱大自然，工课休困的时阵就爱去爬山，全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伊即马只敢若剩尼泊尔、道拉吉里峰加西藏的西夏邦马峰也无爬过。本来是今年3月底要去爬，无想到讲拄着疫情，规个计划拢拍乱。La posguerra de niño era peor que esto. Lo que pasa es que esto es más peligroso. Allí se comía, no se podía comer prácticamente, por lo menos en mi familia. Aquí se come más o menos, pero aquí hay el peligro de perder la vida o quedarte muy mal para siempre. 索利亚认为疫情是未比二战了的萧条可怕，也毋过有致命的危险。但是伊也是继续训练家己的体力。甚至会困伫咧海拔5000公尺的模拟减压室内面，互家己适应高山的环境。希望伫明年春天疫情有较稳定的时阵，会让去爬最后2座喜马拉雅山的高峰，缔造伊上老年纪成功爬上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山的世界纪录。也希望借着这项行动，向不幸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4大人致敬。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疫情嘛真严重，不过伫上路里中环滨海区哦，最近业者开一间内面有100个私人的小花园，每一个花园会使坐2个人到4个人哦。外面阁有大型的户外电影院，拢唔免服务生，会使用线上来点餐，希望大家会使来维持正常的社交生活。香港第一个大型的户外娱乐空间 The Grounds， 在月份伫中环摩天轮甲外近友邦公园的滨海区来启用，内底有设100个白色维利亚的私人小花园，2.5平方公尺的范围，会当容纳2个人至4个人。伫维持社交距离的规范之下，会当甲亲戚朋友做伙来欣赏超级大规模的户外电影，会当暂时来偷放心情。And it's been a long, hard year locked inside for the majority of it. So it's nice to be able to sit outside with some friends, have a drink, enjoy a film.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经济专家分析，这种相对安全的娱乐空间，会当引起所谓报复性消费的心理，刺激香港严重萎缩的消费市場。咁但係一啲嘅生活嘅，譬如娛樂嘅，尤其是餐飲嘅，咁嗰啲係冇萎縮到嘅。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公司咧，都喺呢方面咧做啲新嘅意思啊 ，staycation 啊，或者係啱你講一啲嘅露天嘅電影放映會啊咁樣嚇，咁啊可以捉到一啲嘅報復式消費落翻嚟嘅。2020萬一年就啲要結束，疫情已經拖尾10個月，第2以來難像抑閣看袂到終點。要安怎伫咧遵守防疫規範之下，會當適當的投放身心壓力，嘛已經正做疫情時代之下的新課題甲新的商機。記者綜合報道。再回來看今仔日詳細天氣資料。北部地區上低21度，上懸29度；中部地區上低21度，上懸30度。南部地區上低21度，上懸31度；
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